后来这个月19号，才有中营航空的空服员伫个无人机顶互旅客来糟蹋。即摆阁有中营的空中小姐互误会，拍摄不雅影片，互不当来约谈。唔那互逼问个人的隐私，嘛互要求爱写自白书，对这个员工造成真大伤害。所以工会协同华航企业工会来到桃园市政府抗议。 除了希望政府积极稽查监督，幸福空服人员一个合理的工作环境之外，嘛要求中营航空要来道歉。我是你的第一线员工，你每次都说我是员工是长荣航空最珍贵的资产，可是这个时候长荣航空你到底在哪里？ 哪讲哪靠控诉中营航空员工受到侮辱，却是无受听。好像伫这个月19，中营航空的空服人员伫无人机顶面受到侮辱的代志，即摆又有空中小姐因为被误会，拍一寡无正经的影片，所以讲被公司约谈3点钟，要求写自白书。公司并未查证这个影片的真实性，并要我写下怎么样证明这个影片不是我。历经这个3小时。 的疲劳约谈，我崩溃。愈想愈委屈，中营少年所发生无听员工的代志，和工会忍无可忍，再去甲华航企业工会来到桃园市政府，针对这件约谈要进前的休假违反劳基法甲拒绝载人的问题，希望讲市政府会使好好啊调查。长荣航空完全漠视劳基法第38条的规定，直接就是禁止员工排定特休，不当约谈又禁休。 有白布条啊，唔但要求公司啊回事咧，嘛希望讲外界会使理解航空业的心声，并且幸福空中的服务人员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。